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初3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人知。台中市长罗秀燕调集中部7县市的首长，呼吁中央要重视火电污染。另外，中火涂炭烧过量，获罚300万。卡神杨惠如因为操作万恶言论获起诉，郭文定爱查讲是想出钱，蔡英文也表示讲已经进入司法调查。今年目前上低温度10.3度，在今仔日出现伫南投中寮。另外，公费的流感预防车开始做啊，北部煞有境外感到满的病例。台中市长罗秀燕调集中部7县市的首长，开了空污治理紧急汇报来批评来首长也批评着环保署温准涂炭使用量有10%的春秋。罗秀燕也公布讲，台中火力发电厂伫咧顶礼拜违反青炭管制自治条例，烧超过1104万吨上紧绷的标准，也已经甲因罚300万，无排除会甲因剔除牌照。7个县市的首长做伙来台中市召开空污治理紧急汇报，共同出声要求中火遵守台中青涂炭管制自治条例，嘛爱环保署唔通搁用10%的许可警察来替中火赔回。台中市长罗秀燕宣布，中火已经伫顶礼拜超过自治条例内底注文的青涂炭使用量紧绷1104万吨。这个月初3依法处罚300万的罚金，和中火10天以来改善，若无就会论改来处罚。将裁罚中火新台币300万元，本府将会对中火按次处罚，甚至不排除撤销1到2张的操作许可证。那个减少生煤的部分，我想中央跟地方都一直持续的在执行这样的一个目标。中华县长王惠美质疑台湾无欠电，相转中火增加2组核天然气的机组，核涂炭的机组煞未换掉。南投县长表示，受中火灾害上严重的就是南投县。联合来提告，如果再没有办法阻止他们，我们中部7县市大家来包围中火。不要再有10%的那个空间，既有的东西尽速给它汰换掉。针对中部7个县长做伙出声，台电表示，明年会向减涂炭4项目标来拍拼。经济部长是态度大真的，指出台电无排除采取行政救济，希望县市政府唔通意气用事。也希望市政府也不要为难公务人员，一定要依法办事。所以我觉得一直强调不要意气用事，就是要务实。台电的努力，我们希望台中市政府能够看见。对于市府的开罚，我们台电公司也表示遗憾。台中市长罗秀燕指出，对中火处罚已经要到9000万。早起这场7个县市的首长会议，除了苗栗县甲嘉义市是派代表来参加，中部南亚县市的首长差不多拢有出席，要求中央正视空气污染，立法温室气体减量甲管理法，坚持增加2只核天然气机组的时阵，嘛爱淘汰4只核涂炭的机组。记者综合报道。卡神杨惠如牵涉网络言论操作案件，拉牙质疑是民进党甲总统蔡英文是幕后的主使者。蔡总统也在今仔日讲，这个案件已经进入司法调查，无适合对个案来做评论。日前来甲支持者阿秋总统蔡英文并选举3号报告同园的两岸输参拜，也替当一日为选上好选。也毋过杨惠如牵涉组织万军的案件，引起外界甲箭头指向民进党，甚至质疑民进党甲蔡英文就是上顶面的人。蔡英文暂时出席活动无正面回应，只是强调防止唔对假消息传播立场。这件事情已经进入到司法的调查跟阶段了哈，那我就不能够在这个个案上做什么样的评论。蔡总统讲，无希望这件代志被政治操作，你的搭配副手赖清德、胡韩国瑜点名，在民进党总统初选时，也是蔡英文网军的受害者。赖清德讲，等司法调查清楚了后，再来评论。有2个人同一天在桃园府选，是不是地方的选情无进展？赖清德只是讲战略改变。我们今年的战略应该要改变。过去的目标都想要赢得中台湾，其实我们应该要先赢桃园。如果桃园赢的话，不仅仅总统、副总统可以高票当选，立法委员也可以确保可以过半。因为韩国瑜进行在高雄造势时，讲到高雄人头壳已经清醒，若是民进党无好好执政，高雄人会互蔡英文落台，蔡总统是严肃回应。高雄现在最需要的是一个每一天在高雄里面专心高雄市政、回答议会问题的市长。
而最近民意调查显示，民进党的蔡赖配支持度比国民党的韩中配较悬，甚至有愈差愈多的情形。蔡英文认为，民调好的时阵就应该多多加油，继续努力做甲更加好；无好的时阵就要自我检讨。大选愈来愈瓦近，两个人也是继续比战。记者综合报道。检调单位认为，卡神杨惠如有牵涉网络言论操作。台北市长郭文哲初二暗时伫面册发文表示，讲是进步的台湾政党下面的人，要用中国迄种步数，敢是伫咧暗示民进党有叫人操作网络言论咧？郭文哲访访问的时阵，说是无加讲啥，说讲爱去追查是谁出钱。另外，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也对着这阵网络言论风波发表伊的看法。前驻日台办办事处处长苏启成进行因为言论的压力转来自杀，即马卡神杨惠如去检调起诉，是超过以假方式敲造迄个幕后的主使者。台北市长郭文哲初二暗时就伫人面册破文言讲，家己讲是进步的台湾政党，下骹的人嘛甲中国使用同款的方法，开钱来培养网军，操控网络的言论。佮表示讲爱去足讲到底是啥物人出钱的。我也不相信杨惠如自己拿自己的钱出来再收买下线嘛，对不对？那一定是上面有人出钱嘛。毋过过去郭文哲捌批评杨惠如是政治家抓，2014年选举的时阵，两个人捌合作过。郭文哲表示，因为两个人的理念袂合，才无来往。媒体问伊讲，敢是你加讲民进党是网军？郭文哲是无愿意加讲啥。毋过颠倒是讲家己无钱来买网军。每一党都有，我们敢讲，是因为我们没有钱可以买网军的，所以才批评别人。每一党都有。不过有一天我们有钱的时候，我们也要自治。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嘛针对杨惠如的代志指出，网络无应该互一寡人来控制，尤其是伫咧政治面顶，互民意改脱的效果无去。而且若是驻外代表无做好，总统嘛有权利爱来管理。做总统的本身就要负责任。其实像蔡总统喊话要处理谢长廷吗？我不是这个问题啊，如果好好的不对这些事情让人民放心的话，好像还不到2个月了，是，我们就可以换人了。面对拿力两党，宋楚瑜又还是碰叫，嘛讲是因为国民党的人选唔对，才会出来参选。苏尾接受访问的时阵，伊强调讲，选总统是要选领导，必须爱有经验甲能力。嘛，因为拿力选战的关系，宋楚瑜走基层的行程安排受到影响，所以早起开始，宋楚瑜伫咧人面册直播，合作宋大兄开讲，要向全民来表达伊的施政蓝图。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卡神杨惠如牵涉到网络言论操作案件，和所有政治人物拢出来讲话。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伊也直接翕影片，爱总统蔡英文公开说明这个案件的自头至尾，也呼吁讲爱查清楚背后的资金来源。另外，伊的副手张善政也讲，杨惠如要找伊阿哥有韩定也来直接，讲要来帮忙操作，不过伊开嘴爱500万，随该拒绝啦。民进党是执政党，蔡英文是总统，在这个网络霸凌的案子，不能装聋作哑。台湾人民有权利知道，也有资格要了解，到底谁付现这些钱给这些网络加害者。爱民进党政府公开说明杨惠如涉及组织网军的事件，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唔但伫人面册连续破文章，佮翕影片，批评网络霸凌是无形的武器，严重打击到台湾的自由民主。网络霸凌在今天网络普及的世界，是一种无形的武器，有的时候被政治利用，专门攻击政敌。更可怕，他也把台湾一代又一代人努力来的自由民主这么好的果实，造成严重的打击。网军事件继续伫拖，韩国瑜的副手张善政讲，根据伊的了解，杨惠如毛替蔡英文来经营网军。民进党总统初选的阶段，相信杨惠如毛替蔡英文来压迫赖清德，所以才会互赖清德感觉真委屈，讲去互国家机器来打压。张善政阁讲，杨惠如嘛捌甲韩定也来直接，讲要替韩国瑜操作，毋过向拒绝。的确听说过，曾经他接触过韩营，韩营回绝他了。那个价码，我觉得是无法接受的了。张善政讲，杨惠如的事件敢若是其中一项，毋过韩定也敢是嘛有伫咧选举内底靠网络面顶的假方式。张善政讲，操控网军需要牛草，毋过因无牛草嘛无网军，否认讲有网军这件代志。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中国要打压台湾，有影是无所不至。尽管中国的情报人员利用金钱来牺牲现役的军官，储备军事机密。
台南检验所也查到工党的主席郑昭明，甲伊中校退役的后生有摕中国情报人员的好处，协助吸收现役军官，爱因伫咧中国用武力侵犯台湾的时阵，long击点点无抵抗的方式。检方也初步掌握到资料，除了姓陈的爸仔囝以外，阁一名姓陈的军官也互砍去，专案目前当咧详细追查。跳出来捍卫祖先郑成功对台湾的贡献，伊是台南电视中心的一员，也是工党主席郑昭明。民测定看到伊往来两花，伫中国各地留影。不过伊甲后生郑志文被检方怀疑是中国法定组织，以违反国安法起诉。侦查中其实已经自白犯行，那也缴回了犯罪所得。退役以后，他要去做这种所谓的吸收现役军人的一个行为那认为这种作为其实北平模式这种作为，其实无意跟政前叛逃是没有两样的检方清查，2009年有中国情报员找上郑昭文，爱伊介绍当时伫军中担任电勤司令部中校参谋的后生郑志文。双方伫日本会面后，情报员表明爱知影伊伫军中所做的业务，甲国军反台独等相关的看法，事后交付礼金甲现金互因。2019年，佮约电视爸仔囝到新加坡会面，中国统战人员直接爱郑志文介绍其他军中的同事，也爱对方大型采北平模式。也就是中国武力犯台时无抵抗，郑志文事后找上现役军官的学弟姓陈军官，两人伫2017年甲2018年甲中国统战人员会面，姓陈军官共款被对方鼓吹强魔土义甲无抵抗强军的思想。对啊，被大陆去那边你都也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还是怎么样？当然不知道，主庙主也不是他，中经会的代表的主委不是他。细弟爸仔被检方起诉，郑昭明拒绝受访，指事后表示诉讼期间无回应较好。电视中青会也表示，对方只是管理人员，无代表中青会立场。至于现役姓陈的军官，是因为收支无办事，检方无起诉，也不过将移交国防部处分。记者综合报道。真侪台湾人爱去泰国旅游，不过对一个月开始，若要申请泰国的观光签证，必须爱上网络申请电子签证，佮爱提出最近3个月的在历证明。面对着这款的情形，也互观光业者来批评。外交部表示讲，已经向泰国反映，不过泰国的贸易经济办事处也发表声明，表示电子签证系统是符合国际标准，不是针对台湾。今日当天是民众到泰国去佚佗的旅游大日。去年民众到泰国旅游有67万人次。因过泰国进行公布泰国签证的新规定，12月起申请泰国观光签证要附3个月在留证明。有旅行业者批评泰国甲台湾互惠不平等。泰国推出电子签证应该更加简单方便，其实造成业者爱传更加多资料，手续更加复杂。如果他今天接到的是一个团体，是一个大量的，是50人、100人，或者是多少人等等。可是他如果说只有一个扣，也就是说他只有一个申请的一个账号，那一个账号表示只能一个人作业。一个人作业的话，我今天晚上深更半夜可能要做到半夜几点钟我都不知道。政府一直推出新南向政策，近年来开放泰国来台14天的免签证。不过咱国到泰国旅游，这个月起需要上网申请电子签证，另外减负材料证明、其唯一定位证明加身份证的影本。旅行业者希望政府应该徛伫个国家平等互惠，争取民众去泰国也应免签证。电子签证新制实施前，就有向泰方的官员表达国人对本案的关切。那么我们呢，也呼吁泰国对外明确说明，以厘清国人的疑虑，并采取更加便利的做法。外交部表示，新制实施进程已经向泰国官员表达关切。泰国经济贸易办事处也发出声明，推动签证线上申请是泰国政府既定政策，不是针对台湾设立，也对中国、英国、法国实施。另外，材料证明是提供押金簿影本，也是薪水证明，无需要另外向银行申请，规费是1000块，共款无改变。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的天气确实真正有变寒，伫南投的中寮，在今仔透早出现10.3度的低温，是今年寒天目前上界低温度。气象局也表示讲，即阵东北季风的温度也未达到冷气团的标准。不过为明仔载开始，虽然东北季风有变较弱，不过天气是到拜五，拢会变较冷、个寒、个湿，也望请各位爱注意。另外，在较关山的所在，也有机会会落雪。
海拔2500多公尺的福寿山农场农业区3号透早出现大片结霜，像白色世界。也毋过因为水气无够，并无落雪。日当以来上强的一波东北季风报道，全台几个所在出现日当以来上低温。位伫南投中寮的自动测站透早出现10.3度的低温，临港测站上低温出现伫嘉义只有12度。宜兰地区还有花莲纵谷区其实普遍出现11度到13度的低温。平地最低气温是在南投的中寮，这10.3度。星期六开始是另一波东北季风再影响我们，但是大气变得比较干，所以天气形态恢复到北部东半部这些比较迎风面的地方，可能断断续续下一些雨。拜三起，东北季风淡薄减弱，也毋过受到北边风台水汽影响，全台拢会落雨。气象局提醒北部、东北部雨势可能会继续，也有较大雨势发生。到拜五，海拔3000公尺以上关山会有落雪机会，拜六会阁有一波东北季风报道。气象局分析，受到暖化影响，冬季的低温确实来历南来南往。以台北市温度下降到16度的温度这个趋势来看的话呢，平均大概是会落在11月中到11月底左右。那以今年来看呢，大概是在12月2号。所以整个持续来看，今年的冬天到目前来看，北方系统还是属于有正常到偏晚的这种情况。气象局研判，今年寒天平均的气温将是正常偏暖，雨量是正常的几率较大。也毋过，由原不排除会有寒流报道。未来冬季将是温差大的趋势，气象局也将开始利用电号预报低温、区分全日低温、甲早暗低温，互民众会当提前知影气温的改变。记者综合报道。今年的公费流行感冒预防针，却因为全球出货较慢的影响，分做3批来做。第一阶段是学生囡仔甲医护人员，第二阶段是65岁以上甲6岁以下，伫这个月初8会当开始做啊。另外，疾管署也公布新增加一个伫境外感到膜的个案，是伊去泰国旅游的时阵去感到的，也提醒民众去到东南亚旅游时阵就要小心细致。公费流感疫苗第2阶段即将要伫这个月8号开始做，对象包括65岁以上的长者，以及6个月以上到6岁以下学龄前的儿童。有未少的家长烦恼，囡仔若讲对机能过敏，到底敢会当做预防针？小儿科医师表示，就算是对机能过敏，也是会当做，因为国际文献甲临床显示，真正发生过敏的比例非常的低。鸡蛋过敏的孩子，就算我打了流感疫苗，就算我过敏了，也不见得是里面鸡蛋成分造成的。根据疾管署感情发现，顶礼拜国内类流感门急诊就诊人次达到74000多人次，疫情犹原处伫低点，估计明年1月才会进入流感流行期。除了爱预防流感，也爱洗治膜仔。顶礼拜，阁新增一个境外移入膜仔病例，一位北部30多岁女性技术因为到泰国旅游感染膜仔，回来了后出现发烧、出鼻顶镜头，几啊摆就医才确诊。个案伫发病会当传染的期间，也阁摆几啊摆坐北市公车拍照，无症者也密切接触者达到480人。国内目前没有本土的疫情，所以医疗院所这边对于麻疹的警觉性有比较低一点。那不过经过转诊之后，也很快有怀疑到麻疹进行通报。疾管署提醒，泰国膜仔疫情继续，民众若讲要伫休寒过年期间前往旅游，建议自费注一剂 MMR 疫苗，以增加身体保护力。根据统计，到12月1号为止，公费流感疫苗第1阶段做的人已经有64万几千人。为了应应第2阶段需求，疾管署也将阁配送316.5万剂疫苗到全台4000多间合约院所甲卫生所，民众免烦恼做袂到。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今年到目前为止，全国高病原性的禽流感拢总有69例，其中有超过40例发生伫云林。为着要防止禽流感搁再来摊开，云林县的防疫所在今仔日也开始检查，专门载鸡仔载鸭的运输车。因的目标就是要让业者来遵守着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规定，若准发现讲因有违规，就会甲伊罚3万到15万。警方伫斗南交流道附近的路口设查核点，将运禽车载落来检查。因为即马已经是寒人啊，为着要防禽流感的疫情，云林县动植物防疫所会同农委会动植物防检所等单位联合执行活禽运输车辆服帮稽查工作。至少不要那个病菌到处散播出去了。因为最主要，因为羽毛它是轻，它会在车子的运送过程中，它会往上飞，所以负到2/3以上，它就可以很
明显的有效把这个羽毛的飞散情形把它降到最低。云林防疫所表示，最近寒流来是禽流感发生的时期，为着要降低禽流感的病源对母甲排泄物等污染物摊开的风险，会无定期检查活禽运输车服务的落实情形，来降低禽流感传播的几率。目前全国高病原性禽流感案例有69例，有将近40几例是在云林县，所以为了要防止运禽车辆羽毛飘散的风险，所以云林县就首开先例去进行这个查核的措施。农委会表示，动物运输业者要做好服网、伤仔甲人仔清洗消毒作业。若是客栈发现违规，嘛依照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罚新台币3万到15万。记者综合报道。外省员的劳动权益也受到大家关注。劳动部职安署也针对外省平台业者增加规范，发布食品外送作业安全指引2.0，要求 App 要有合理的派单机制，也要有外送员穿会闪光的夹，也要替外送员投保团体伤害险甲医疗实支实付的保险。真侪民众风台天无想要出门，外送平台生理反倒当更加好。10月份，劳动部职安署发布行政指引，建议业者在风台天要评估派单风险，甚至停止外送。不过外送这道要有抢救交通事故风险，职安署阁发布进一步2.0的指引。跟前一版的最大不同哈，第一个就是合理的派单啊，那第二个是提供必要的安全防护设备哈，第三个就是必须要有足够的保险。进一步2.0指引要求平台 App 要有合理的派单机制，除了交通、天气状况，也应该考虑外送员的送到位件数、时间、甲地点，对停息演算法变更设计，也应该提供外送员合格安全帽、反光的架、会烧的外套、遮的衫裤等等，也有替外送员来投保团体伤害险，死亡也是失灵额度300万块，医疗的实支实付3万块，门诊一家300块，单医一家1000块，才会保障。反光背心，那的确是不错，但是相对的都是外送员自己要花钱去建构。还有一点就是没有谈到的部分，平台会放任说他的外送员可以连续的从开台做到关台，那也就是说从现在早上Uber是从6点多就营业到凌晨的2点。有外送员讲，乐观其成，赞成安尼做，不过行政指引无强制效力，烦恼业者把这个配比成本转予因。职安署讲，年底前的修法，把这个指引纳入这个安全卫生实施规则，违反的会使依照职安法来开罚。分两个部分，如果是6条1啊，就是说必要的设施没有提供的话，可以裁罚3到30万。那如果说是像保险啊哈，或是那个合理派单哈，如果说没有依照指引来执行的话，经通知改善不利去改善的话，可以罚3到15万。有外送业者讲，企业需要时间来了解这指引内容，才法度说明因应作为。台湾协助甲共享经济协会也讲，会搁再收集业者意见，再搁对外来回应。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伫昨昏去到屏东的东港，替立委候选人徛台。县长潘明安也伫台顶讲，已经甲高雄市政府定案啊，高雄捷运会对小港通来到东港。不过高雄市副市长叶匡时也批评讲，伊是咧骗人，毋那东港也未评估，连林园就也未开始做。为新园东港到后线，再来到潮州，这个部分路线。嘛，两个县市政府已经正式定案，你好唔好？总统蔡英文甲屏东县长潘明安做伙徛台，替屏南立委候选人辅选。潘明安向向宣布，甲高雄市政府讲好，高雄捷运将会对小港延到屏东东港。但这个话，高雄市副市长叶匡时出面否认，也批评潘明安唔知你讲啥，让人不知所云的一个说法哈。第一个，既然他这个潘县长说呢，确定要新建到东港的话，我想很简单，大家只要问一个事情，就是究竟这条线会是怎么个走法，可行性研究在哪里？叶匡时强调，偏南嘛要有技术，因为连蔡英文答应过3件，要将高铁对小港延到林园，最后嘛无予高雄可行成评估的经费。高雄市捷运局嘛讲，屏东县政府敢若委托高雄市政府做屏东路线的规划，每年完成会提予交通部，以后才有可能做可行性评估，目前根本讲伤早。小港、东港为优先，路廊已经确定，路网已经确定，但包括其他3条路廊都要同步在年底前送到交通部。
去做相关路线核定。潘明安解说是指规划的路线已经定案，马夜况时向幕僚问清楚，才个发言。不过双方嘛等于拢证实，各在沿甲屏东各伫个规划阶段，安怎才算定案，双方标准无共款。记者王家川、柯建准南部报道。立法院交通委员会伫初二通过临时提案，会针对花莲台东快速道路进行评估。交通部也答应讲，明年会重新启动。消息传到花莲，大部分的民众拢真支持。不过，也有人烦恼讲，敢会去影响到生态环境。听讲，捌提案过的花东快速道路要伫明年重新启动可行性的评估。花莲大部分的民众拢真欢喜，因为对外真无利便的交通，无得卡个会加一个新的选择。啊，毋过嘛烦恼快速道路所经过的所在会影响环境。可以缩短城乡差距嘛？可是会不会对环境造成困扰？而且我们现在最主要还是靠观光这一块。其实我们花莲民众就非常需要这条道路吧，这条路都给我们非常快速、非常便捷。因为花莲到台东目前正在执行台九线花东纵谷安全景观大道的计划，所以花东快速道路敢有起的必要。对这件代志，花莲县政府是表示，两种路有无共款的性质。台九线的景观大道是以景观为主，所以它相关的速线跟聚落到聚落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行车的功能其实不等同于这个快速道路。快速道路它有一个运输上的便捷性跟快速性。其实交通部捌伫咧2014年到2016年对花东快速道路做过评估，因为经费要到800亿，而且规划宽屏用地征收可能要12档，叫用认定讲是无法度的。啊，毋过这几档所有条件一直伫变，所以交通委员会才会重新提出可行性评估的申请。那个是民国103年，到现在有6年的时间。那相关的条件啦、居民的需求，还有整个这个交通状况的各种的需求，有没有一些新的变化？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来支持，重新来检讨这件事情。根据交通部的资料，现在已经核定台九线花东纵谷景观大道花莲段94亿，台东段142亿，佮加上苏花改、南回公路，拢已经要伫今年底明年初来通车。时间条件佮供电技术已经拢无共款，所以会照决议来重新启动评估。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听歌说分明。印尼的首都雅加达的市中心，初三透早发生爆炸，也有2个人来受伤。也因为真近换总统府，搁再加上顶个月北苏门答腊发生百姓炸弹的事件，若果发生爆炸，大家拢嘛真敏感。警方也表示讲，正在调查爆炸的原因，初步也认定讲这毋是恐怖攻击。爆炸地点拢看会到火影，2名受伤的军人已经送去。官方表示，因意识清醒，当地警方搜证员也都是案发了后3点钟，公园爆炸地点附近的封锁线拆除，并且重新开放。当地时间3号早起7点15分左右，2名军人伫雅加达国家纪念塔公园北边，看到烟雾冲起来，就前往查看，看到一粒烟雾弹正伫咧冲烟，其中一个人捡起来，随即引爆。倒正2只手骨受伤，另外一个人大腿受伤。Mungkin anggota kita barang ini dari mana? Nanti kita sedang dalami. 因为到伫总统府附近爆炸地点非常敏感，也毋过总统座科委当时无伫府内。TKP kita amankan, kemudian tim jihanda kita, jibom kita sudah melakukan olah TKP. 公园内为什么有一粒烟雾弹？军方发言人表示正在调查。媒体追问敢是中国方面攻击，军方表示，这件爆炸案目前看来甲恐攻无关。也毋过近年来，印尼这个世界上穆斯林人口上侪国家，正因为国内极端分子增加，造成治安混淆。顶个月13号，印尼北苏门答腊省省府米兰市警察总部外一名24岁大学生自行引爆炸弹身亡，也造成6个人受伤。警方认为，受伊斯兰国启发的 JAD 新款游击队涉嫌中毒。记者综合报道。根据外国媒体报道，本地对东东走去澳洲的非法移民已经确定1-2年啊，不过最近又再出现了，也因为欧洲国家边境管制是愈来愈严格，有真侪岛内的人调伫咧波士尼亚边境，也有人是调伫船顶，也爱面对着风影甲大风势。由德国慈善团体负责管理的这只船，甲房顶客满了来自北非的岛内民众，因拢是日前伫地中海南部海峡被民间救援组织为岛内的渡轮救出来。
外电引用浙江消息指出，获救的69个人，拜六到当地时间2号拜一，先后有14个人因为病况危急，被后送到陆地上的病院进行治疗，也是由医护人员伫船顶处理。今仔制度加温的非法移民多难人调，和过去几年收容设施上晚、社会问题摊生欧洲国家无愿意搁加收留一寡来自中东也是北非移民。想要为海路进入意大利，也是行陆路为巴尔干半岛进入欧盟的非法移民，未少就安尼调伫边界。因有的原本要拍算为土耳其进入希腊了后，一路往北经过马其顿、塞尔维亚了后进入匈牙利。也毋过匈牙利无服从欧盟的配合，拒绝接纳非法移民，导览者就转往阿尔巴尼亚，改行蒙特内哥罗、波斯尼亚加赫塞哥维那路线，拍算进入已经是欧盟会员的克罗埃西亚，作为进入欧盟的跳板。也毋过克罗埃西亚对非法移民也哪这难民就安尼调伫颇好。随着天来临，一寡大地坡旁的导览者因为外口有低温风势，内底有香火，分无10片，生活条件真差。Here is you look all camera is finished. All room, my room is finished and down. Okay, I am very safe. No, here is space for sleeping. 这个靠近克罗埃西亚边境的康迪亚，伫波斯尼亚内战期间，被布满了地雷，毋知什么时阵有被爆弹。赫坡政府虽然答应将首府萨拉耶夫附近一处废弃的军营改造收容中心，不过这寡导览者也爱伫官岭中至少等3礼拜到1个月。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印度，毋但空气污染真严重，目前也有超过6成的垃圾水拢无经过处理，就直接排入去溪仔内面。即几日伫咧印度的东南部，搁伫咧落大雨，山来做大水，甲这垃圾水拢直接冲到出海口，煞伫咧沙坡仔出现真侪白泡。民众毋知影，搁带囡仔去耍。医生也讲，即寡白泡是真垃圾，而且拢有毒。海边有真侪白色的泡，囡仔伫遮耍也是真欢喜。位在印度东南部有名的旅游景点马尼拉海边，连续4天出现真侪这种毋知对倒位来的泡。专家讲，这个现象每年的季风季节拢会来发生。不过今年雨季延长，方面是较慢离开。最近当地大雨是落几哪天，造成雨水涨起来，淋了清洁剂加其他的化学物质。无经过处理的废水甲海水淋到沉了后，形成这种有毒的泡。医生警告民众，若是接触这种泡，可能造成皮肤病。不过真侪民众根本唔知影，继续带囡仔来海边佚佗。கடலுக்கு வந்ததுன்னு வச்சுங்க, கடல் அலை அதிகமா இருக்கு. அது மழை பெய்யறதுக்கும் அந்த ஆற்று தண்ணி வர்றதுக்கும் கொஞ்சம் அலை அதிகமாக இருக்கும்போது அந்த நுரை எப்பயுமே வரும். அது வருஷம் அது வரும் அது. ஆனால் இதனால அந்த நுரை வர்றதுனால。亲来海洋研究机构统计数字显示，印度有超过6成垃圾水无经过处理就直接排入河内底。印度官员讲，2017年后海边出现真侪种白色的泡，造成几哪只鱼仔死去。而真拄好进前中欧的斯洛文尼亚南部城镇一条河也出现真侪白色的泡，当地民众赶紧通报警消人员，检测了后发现，这种泡含有毒物质，可能是附近不肖业者排放的工业废水所造成的。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在今仔日三读通过国家赔偿法部分条文的修正草案。未来民众若伫咧风台天要去爬山、撩溪，或者是看小狗影、雌影，若有管理机关有提出警告，你若是硬要去，却发生意外，国家是唔免国赔。行政院10月份宣布山拿改禁，和清禁山拿搁较利便。毋过便若风台来，说不三时传出个民众跳过去爬山、撩溪，也是雌影，结果发生危险，而且搁申请国赔，引起争议。对这个代志，立法院初三读通过国家赔偿法的部分条文修正案，新增加开放山穴、水穴等等的自然公物，经过管理机关适当的警告了后，民众共款来做有危险性的活动，国家会当减轻也是免除赔偿的责任。政府已经尽到告知的义务的话。那你又去做冒险性、危险性的事情，那你要自己负责任。针对这个修法，参加救生任务30多档的资深救援人员表示赞成，认为讲会当减少无必要的救援成本。登山团体是认为讲修法应该要有配套，像讲加强保险法的修法来应付救援经费的部分。几乎这些自愿的这些志愿服务的这些救难人员会觉得，就是说他们这样去
浪费资源，我觉得事实上国家这个政策应该是做不了的。我希望就是说政府在能够学习国外，把这个保险法有关登山保险的部分再加强，跟搜救的，搜救也要回归到搜救专业。另外，这个修法嘛，针对委托管理的公共设施，因为管理欠缺的问题，致使民众的性命去受到损害，国家应该要负赔偿的责任。法务部强调讲，像讲 BOT 等等的公办民营的公共设施，因为管理的疏失来发生意外，民众有权利来要求国家赔偿。记者综合报道。香港反送中的风波已经要烧到半年啊，也因为真侪人对社会经济无确定感变悬，和真侪香港人选择要离开台湾，煞成做因的第一选择。在今年正月到9月，刷到台湾的香港人比去年的同时间点起码30%，人数也超过4000人，对台湾的投资也增加要1倍。对香港来的前系统分析师周先生，最近透过投资新台票600万的计划，摕到伫台湾的居留许可，甲美加澳洲比起来，台湾的600万移民户定是较低。41岁周先生选择搬去南台湾的高雄，今年7月份开一间猫仔的咖啡厅，完成囡仔时阵的梦想。甲香港真悬的租金比起来，高雄的店租较低，还有台湾的言论自由，拢是伊选择来台湾移民的主要原因之一。台湾是现在的状况，就是言论是自由选举每个人都可以选他的总统，还有选这个拉委，那所以这是香港这些都是没有的。现在我看不见香港将来会有这个机会。27岁香港人黄先生今年10月份来高雄找找要开咖啡店的适合地点，计划要伫明年1月份正式搬来高雄住。伊表示，香港的反送中运动，予伊的未来充满着伤济无确定。伊感觉台湾是伊未来开始一个新的人生上好的选择。本来就是觉得香港那个问题，就是2-3个月，就是差不多淡下来就会过去，但是就现在觉得。有一点点回不去的感觉，因为这是两边不同的声音，也会觉得，不能就在这边，对，就是看不到将来会就是怎样的走向。根据统计，今年1月份到9月份，摕到台湾短期居留甲定期许可的香港人，比去年同期增加要3成，总共超过4000人。而且对香港来的投资嘛，差不多拢翻倍。上主要原因，甲对今年6月份开始发生的反送中运动有直接的关联。就算讲离开高雄，毋过周先生惊讲，北京答应的1国2制50年未变的保证，终归尾是欺骗香港人的白贼话。移民来之前，就是有一个预感，就是香港的自由就是一支一支的被打压。那最后会不会别人说的1国1制，还有没有这个真的普选？这已经不是香港头一届出现移民的流行。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进程，导真侪居民移民去国外。2014年，香港互选革命结束了后，嘛捌出现一波人数较少的移民流行。有人形容即卖香港当在面对第3波。记者综合报道。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在今日暗时被飞去美国，拍算去10天，除了去维州处理鸿海投资案，也可能会甲美国总统 Trump 来见面。郭台铭也强调讲，这是临时决定的行程，要去白宫参加 Christmas party。不过，敢会甲 Trump 讲到话，伊阁唔知咧。在国际无啊出现，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伫在回能机去美国进前，先向外界报告伊的美国行程，强调这是临时决定，佮摕出白宫予伊的12月初5圣诞派对邀请批。伊讲一定会看到美国总统川普，只是敢有法度讲2句话，佮无一定。一定会见到川普。但是有没有时间讲话啊，或讲什么东西，我现在不知道啊。这个如果他看我顺眼了，就把他叫过去讲几分钟。郭台铭即间去美国按算停留10天，暗时出发。美国的头一站是先到圣荷西看高科技产业，佮飞去白宫出席圣诞晚会，刷来去威斯康星州甲 LA， 最后为西雅图等下台北。郭台铭嘛利用机会，佮话话，希望6月以下国家健康用的政策，会当伫明年选举了后，由捌科技的立委推动修法。佮强调讲，希望国会唔通只有一个大党。如果让一个一大，我觉得民进党就会得到权力的傲慢，在长期的执政下去，
它会国民党化，那国民党新党化。那台湾来讲，对民主政治，对台湾走了这么多年，其实不是一个很好的。我伫郭台铭出发进前，亲民党竞选总部发言人虞美人嘛代表宋楚瑜前来祝福，希望伊即届的行程会当顺利。看得出来郭台铭甲宋楚瑜的交情袂歹，但是抢进国会，亲民党甲台北市长郭文泰的台湾民众党会甲小党的进党票分掉，敢会影响郭台铭甲郭文泰的合作关系？郭台铭颠倒讹了郭文泰伫联名的联方面做了袂歹，是双方合作的基础。若是佮加上亲民党会伫国会有制衡的力量。记者郭灿平耀做台北报道。中华鹿港的天后宫，在1996年对国定古迹奉降做县定古迹了后，经过23年的时间，文化部在今年阁把鹿港天后宫升做是国定的古迹。文化部长陈丽君甲文资局长来鹿港天后宫参拜，经过23天的时间，鹿港天后宫总算搁一届变做国定古迹。陈丽君初三亲身来天后宫办国定古迹指定证书，这嘛正式变做全国第106处的国定古迹。我们要恭喜我们鹿港天后宫，从今天开始，我们已经从限定的古迹升格为国定古迹啊。鹿港天后宫在民国80年被改编以后。没有一个县长愿意帮助我们到了上一届还有我们这一届2届的县府团队来帮我们争取这个国定古迹的提报。鹿港天后宫的主委表示，天后宫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是地方的信仰中心。原本伫咧1985年由内政部公告做国定古迹，不过后来因为文资法改制，所以伫咧1996年去互降做县定古迹，搁一届变做国定古迹，对地方的意义真大。今年向文化部申请这个整修的规划，全区的规划费600万，已经获得核准。那现在正在发包中，预计要用1年半的时间做好全区的整体规划。文化部表示，肯定鹿港天后宫见证海洋文化，还有地区发展，伫咧历史、信仰、艺术拢真重要。其中茶雕甲石雕的保存是真完整，不过因为年代真久要维护是无简单。即马鹿港天后宫涉及做国定古迹，所落来会准备进行相关的征收，文化部嘛全力斗相共。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县的阿里山本基湖地区是要去到阿里山的中继站，不过受到法规限制，当地居民的厝是袂当清拆修理的。经过去年协调，林务局也把这笪157笔的土地改编，和国有财产署，会当互当地居民来租来使用。本基湖地区是阿里山的中继站，也是观光的热门景点。而长久以来，土地甲建筑物使用无符合的问题，总算有了改变。今仔日经济上较欢喜的日子嘛，个地一定原则上拢解决了嘛。这个变更为国产署，阮希望讲你符合法规的情况下，管制卖汉的严格。承租户呢领到了我们租约之后呢，只要依照租约的使用，租约约定来使用的话呢，就能够继续来合法使用就不会有被拆迁的困难。林务局伫即届改编计划当中，划出1.83公顷的建筑用地，总共有157笔土地会用改编。除了原本13号是换约以外，而原本你缴使用补偿金的72号占用户，嘛改拓会用合法来承租土地。因为林班地的解编是让林业用地变成品种建筑用地，那这个部分在地区可以有建筑的使用，那符合我们的地目。对，那这也是社区居民的期待。嘉义县山区的民众过去因为土地使用限制，产生真侪不方便。林管处表示，透过法令的修改，嘛会一步一步去调整现主时的使用状况，希望让山顶存在已久的问题会用出现改变的机会。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为着要体谅做爸母的辛苦，目前有规定停车场要提供2排的停车架来做优先使用车位。也就是画粉红色的架仔，伫高雄发现讲有1600多件违规占用，民众也怨叹讲架仔就伫咧少搁共占，有影是无天良。
内角公有的停车场管理员一讲上这世界巡查这种地上画有粉红色架的停车架，这种孕妇还佫有育儿专用的停车架，需要有识别证才会当停。不过高雄市为6月到10月来稽查所发现，有1600外件的违规，大部分都是无识别证就直接停入去。大概经过民众或是停车场的管理者的通报，大概1600多件。那有成案的部分大概是200多件，被我们处分，那大概2成。停车架是认证无爱认人，目前拢由停车场的管理员通报寄发了后，市府接车行为人来说明，才来判断敢要开罚。违规确定的人将会以停车法来处600到1200块的罚金。直接随机前往市内的停车场，确实发现有民众违规来使用，而家长嘛普遍反映，就算有证件，有时阵真正是停袂入去。没有位置。一来的有的是他没有去跟你一天差不多4趟，听不太到啊，而且有时候家长比那个停车格多太多了，没有人管的就是他们就会随便停啊。市府表示，这停车位属于是优先使用，若是已经停满，嘛会当加上一般的停车格来停车。若是讲有家长来反映，这专属的停车格数量伤少，市府嘛来看这个辖区内底的停车场，真正有不足的部分，会看状况来增加。记者王刘婷、明昭宽个人报道。伫咧台南的安南区有一档金蕉园，在这几天有超过20层的金蕉放规丛凹断，现场阁有动物的手了痕加卡印，民众也烦恼讲，敢是熊来破坏的？农业市高雄台南市的农业局也收集证据，交予专家鉴定啊。今日去金蕉园内底，真侪金蕉树拢互对中过凹子，甚至阁有大型动物的脚好，互人看甲真惊吓。但是这个地点是台南安南区公园里。离海岸敢若短几公里，熊哪出现伫遮，大家拢感觉真奇怪。但是种种的现象，互民众怀疑是熊来破坏的。这会使讲真大迄个像足大的物件白过鸟安尼。大家拢议论纷纷，想无到底是啥物款的动物，互附近的民众拢烦恼会出代志。这动物应该是真大只，但是无确定讲是到底啥物动物啦。真都若讲山猪甲狗啊嘛无可能啊，村的就唔知影，想讲有其他的动物有无啊？所以有咧怀疑讲是熊来对。啊，成个物件，对不对？啊，成个物件出来，啊，你看跟着长者，安尼就对不对？人野狗就熊的啊。就伫咧风声讲有熊出现的时阵，有附近人伫透早的时阵发现，金蕉园内底有大型的野狗出现。就像着公狗安尼足悬的，啊，正长。一只尔，2点佮再来食，无伊家一只尔，啊，就咧揪诶，家别咧揪啊，你不然呢？可能现在就是把抓痕跟那个足迹，我们把它拍回去，给评估大鉴定。鉴定的情况是怎样，我们去看，这样子。初步判断出现野生熊的可能性真低，不过有民众怀疑，敢是有人违法偷饲，所互熊逃走出来的可能性。农业局已经翕相采证，会送交屏东科技大学鉴定，一个结果也未出来进前，恐惊当地居民拢会烦恼甲困袂去。记者综合报道。即摆的碰柑当咧大出，台中市政府也讲，12月底就要甲碰柑销对新加坡、甲马来西亚去，要来协助农民甲水果销出去，互大家好过年。桌顶满满是好食面，食的好料就是用台中出产、滋味上界赞的碰柑做的。台中是全台湾碰柑产量、种植面积上界大的地区。即马碰柑搁当着时，市政府农业局大力推广，举办活动，助赞农民行销。台中地区啊，天气好，水好，这个土质好，人也好。所以种出来的这个柑橘类的是特别好。根据农业局统计，台中碰柑主要的生产地有东势、石冈、丰原、新社、甲和平，产量平均年增加要1成。当中碰柑、木果柑、甲桶柑占上济，品质是不良好。按算12月底销去新加坡、马来西亚，计共4000公吨。碰柑是台湾独有的柑橘品种，这个很特别。台湾的碰柑面积最大的就是台中市第1名，我们的产量最多。我们不但产量最多，我们的品质也是全台湾第1的。唔那甲碰柑销去国外，农业局嘛辅导农会甲碰柑节做果子干种种加工品。
另外，现时伫大卖场嘛买有台中出产、把水佮好食的膨柑，欢迎民众小听在地农产品。记者综合报道。闽南县政府举办银闪闪合唱团比赛，原来真侪阿公阿嬷拢来车拼，而且参加人数一年是比一年搁较多，有影是真热烈。这阵阿公阿嬷组合唱团来比赛，虽然有的人头毛白苍苍，有的人是满面妖魂，不过笑容满面也是真有自信。对着音乐旋律，身体又震动，不时比手势，不时分步合唱。不管是传统民谣，或者是流行歌，阿公阿嬷唱起来气势无输少年人。大家对这个音乐有兴趣，平常无时不刻在练习。透过这样的练习，我们的感情关系更好。对，然后让长辈有这样的一个舞台，让他们有这样的机会来参与，他们觉得很骄傲。有心拍照就照窗，有心开山山成园。这回银闪闪合唱团比赛有屏东县21个乡镇，拢总32队，825位来自关怀据点的时代报名参加。这阵时代平均岁数是75岁，其中有真侪目睭无好，甚至是唔捌字的时代。透过一摆搁一摆的练习，并且把歌词、旋律、动作拢记起来，做会激头脑，身体也变甲真活灵。大家可以透过这种音乐的练习，增加我们的记忆力，包括我们的听觉、视觉，包括我们的注意力。食甲老学甲老是这阵阿公阿嬷对唱歌的热情，也是对人生的态度。不管是台语、客语、原住民语，拢透过音乐来交流，也互关怀据点的时代，透过一摆搁一摆的合唱，甲大家苦安安，会用美妙的歌声，摕到家己人生的胜利。记者综合报道。中华航空在明年就是满60周年了。最近，因也推出6台彩绘飞行机。另外，在马仔头一摆飞台北到韩国首尔的 CI160航班，也结合目前上界层的开头盆，就各种修复的工具拢总摆出来，也强调讲因对飞行安全的重视。中华航空庆祝60周年，伫今年4月第一台 A350-98以后，到最后一台747-748出厂。6只60周年的彩绘机全部拢到位，下伫测试首飞台北到首尔 CI160航班。60，大家可以看到是用蓝色跟红色交织而成的，有意含着 Go 跟 Infinity 无限大，这显示了这个是华航永续经营的一个理念。航空公司想要永续经营，飞行安全是上重要的。一个小错误就有可能会致使严重的后果。若是6台飞机拢想要安全伫天顶飞，靠的是一阵幕后的维护人员，无分好天落雨，嘛无分寒人热人，点点伫家己的工作付出。为了把飞机安全平安的送到这个停机线上面，然后让飞机平平安安的载着客人出发，每位同仁都是非常的努力。华航结合即阵上趣味的开箱文，推出飞机维修开箱，除了有介绍真悬的飞机，嘛展示各种修理的工具。包括发电机、飞机室、飞机链各式的工作架，还有拖车、灭火器等等，强调因对飞行安全的重视。记者综合报道。台东地上的早餐人谢美国也已经要到90岁啊！今年11月底，佮得到日本美食品分析甲的金熊奖，这也是台湾头一摆得到这个奖项。谢美国也讲，地上美得到国际肯定，伊将伊的经验传予后一代。美餐另一摆图，今年87岁的全国有机美王谢美国讲，伊的田伫地上乡初来桥骹，土质黏性好，加上南环落山风斗3工，佮用新母乳溪水头真清的溪水来压，才会伊的米伫今年对地方到全国赛拢摕到冠军。顶个月，佮代表台湾去日本参加国际美食品分析鉴定，摕到相关的荣誉金手奖。谢美国嘛是头一个摕到这个奖项的台湾人。咱应该伫这个底外吼。带3程度安尼，有欠水，有欠肥吼，原来小可了看，安尼了解。谢美国去日本参加比赛用的是高雄147号品种米，摕到全国比赛冠军了后，伫上乡农会的限量生产360盒2公斤装台湾稻米高人的高价米，伫摕到日本金手奖了后，规个拢卖了了，接落来会用特定米继续生产就市。高价位不是说我们要跟消费者怎么样来诉求什么。这个是说肯定我们的农友，借由这样的比赛，会告诉国人说，我们台湾的好米国人应该多多品尝。
种稻啊70年的谢美国，头一遍参加稻米品质比赛，就摕到地方全国甲国际赛3个冠军。但是谢美国讲，再过3年，伊就90岁啊，就要退休，会甲伊种稻啊的经验传承给后一代。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开始，一直到拜五，全台湾拢是冷个湿。也若较悬山的所在是有机会会当看到雪。咱拢知影讲天气在变化，球啊就赶紧摕出来抹。明仔载气象，咱也做伙来详细看。北部地区对15度到20度，中部地区对15度到22度。南部地区对17度到23度，东部地区对16度到23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13度到21度。新闻的最后也带恁来到会里边看东南亚运动会会式出兵，也感谢恁收看今日的AM新闻，我是嘉豪，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